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要继续来看领受诫命这系列的信息，因为第三届袂当南山称上帝的名，咱伫2007年的1月15已经有讲过类似的题目，所以牧师就无要重复。咱今日继续来看第四届，就是有关安息日的诫命。咱顶回有讲过，10条诫的头前4诫是对上帝，后壁的6诫是对人的。安息日这条诫命是放伫对人甲对上帝中间的一条诫命。如果咱若详细看，伫10条诫命的中间，说明安息日律例的经文是上界长、上界详细，所以的确有伊真深的意义。咱要分2礼拜的时间来分享。伫分享之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语来领受祝福。主啊，求你这个时刻，互阮有平静的灵甲安静的心，来听你的话，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，搁一遍领受祝福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今日要详细来看安息日这条律法。有人会对咱安尼讲：，恁基督徒认为圣经是上界大的权威，圣经中间的诫命是真重要的信仰生活根据，特别是10条诫命，拢应该爱遵守。为什么今仔日的基督徒拢无守安息日？当然，安息日的时间上是指一个礼拜中间的第7天。照犹太人的算法，就是对拜5日头落山，一直到拜6的日头落山。咱今仔日基督徒是伫主日，也就是7日的头1天来敬拜上帝。为什么会有这款的改变？这款的改变到底有合伫圣经的教训也无？咱这2礼拜特别根据这条诫命做伙来思考。咱先来看圣经中间的记载。有关安息日的目的甲意义，咱来看马可福音书的第2章27节，主耶稣基督安尼讲：安息日是为着人所设立的，意思就是讲，上帝为着人的需要来设立安息日，而且束缚互这日。为什么上帝要为着人来设立安息日？伫圣经中间，咱会当了解安息日有以下4种意义。第一项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安息日是一个思想上帝救恩的日子。圣经中间，上帝对以色列人安尼讲：我伫申命记第5章15节，伊讲：恁也爱纪念恁伫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上帝用大权能的手，甲伸出来的手骨，将你对遐带出来。所以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。以色列人因每一遍守安息日的时阵，都是搁一遍去思考上帝互因伫埃及，伫迄个做奴仆的处境下面带来拯救的一个恩典，互因心中会充满感谢。这是安息日的第一个目的。另外，安息日也是思想上帝奇妙创造的日子。伫咱今日所读的经文中间，当上帝将安息日放入去10条诫的时阵，伊安尼讲：我上主伫6天内底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，但是第7天休困，所以我上主束缚安息日，定做圣日。所以守安息日就是要纪念上帝的创造。以色列人伫安息日的时阵，思想上帝创造的美好，而且知影咱拢是上帝所创造的，是上帝看做宝贵的，互家己充满更较大的信心，也知影将一切荣耀拢归乎上帝。这是安息日的第2个意义。安息日的第3个意义，咱也知安息日也是一个立约的象征。伫圣经中间出埃及31章12节安尼讲：上帝吩咐摩西甲以色列人讲：恁必须要守我的安息日。因为这是恁甲我中间永远的凭据，表示我上主拣选恁做我的子民。
咱若看以西结的20章的12节，安尼讲，我也命令因守安息日，做阮立约的记号，爱提醒因，我上主，互因成做神圣的子民。对安尼，咱知安息日这方面是上帝甲属伫伊的百姓中间一种立约的证据。咱守安息日是为了纪念上帝，互咱成做伊神圣的百姓。而且第二项就是借着守安息日，互咱搁一摆去思考这个真重要的契约。这是安息日的第三种意义。第四项。安息日也是互咱身体甲心灵会当享受安息的日子。圣经中间安尼讲，第7天是分别归我的安息日。这一天，无论是你的儿女、你的奴婢、你的精神，亦是外族的人，拢袂当工作。上帝创造万物，伫第7天休困。其实咱来理解，上帝袂野生。所以，伊无需要休困，但是人甲上帝无共款，人是有肉体，人常常会软弱会野生。所以，上帝定安息日是体贴人，互人会当伫安息日中间得到充分的安息，有工作有休困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咱若看创世纪第2章第1节到第2节，圣经中间安尼讲，讲天地万物拢创造好，伫第7天。上帝因为完成伊创造的工作，就休了工。伊束缚互第7天，圣化迄一天最特别的日子，因为伊伫迄天完成创造，就休工休困。上帝有工作有休困，伊完成了天地的创造了，伊就休困。其实咱若详细来看圣经，咱会发现伫创造的故事中间，上帝每一天的创造拢是安尼记录。讲上帝看伊创造的什么货是好，美是过去，透早来临。咱会当安尼想象，上帝伫伊工作了，看到伊所做的工，所以伊停落来休困一下，欣赏家己所做的工作。讲哇，这件工作做了真好，这是上帝做工的方式。伊用休困来享受工作的成果。上帝怜悯人的软弱。互咱会当休困一下，享受咱工作的成果，也互咱伫休困了有更较侪气力，会当做更较好的工作。所以咱明白，上帝为着人设立安息日，互人会当记牢上帝的救恩，思考上帝的创造，搁一遍去思考立约的记号，而且互咱人的身体甲心灵，让咱得到安息，有这4项目的。但是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对圣经甲历史来看，人竟然误会安息日真正意义，因将安息日当作一种条例的遵守，袂记得安息日真正背后的精神。咱明白安息日原本的是要互人得到安息，互人亲近上帝，但是人却将伊当作一种规范的死守。原本的诫命只有10条，但是后来比一直发展变做613条，而且每一条佫带有真侪细节。咱对安息日来看就好，犹太人伫安息日的律法是非常复杂。比如讲，诫命中间禁止人伫安息日工作，但是解说律法的人对这款这命令感觉相过简单，伊无满意，所以因先爱定义什么是工作。所以，因就定了39种伫安息日禁止所禁止的这基本的活动，包含收割，包含准备食饭食的物件。但是解说人犹原不肯就此罢休，佮伫每一项禁止的工作下面列出详细的规范。譬如讲，安息日禁止打重担，因就去定义讲啥物会叫做重担，因讲。甲2粒大的无花果树的重量相共的，就是重担。所以安尼无所不至去发展，直到安息日根据计算，大概有1000多种代志袂当做。这对现代第21世纪的以色列人来讲，这就更加困难。袂当做的代志有真侪啊，
比如讲，伫安息日中间，袂当将锁拍角，袂当点火，袂当煮食，袂当开电火，袂当流汗，袂当拍网啊，甚至连即个按钮，这有人看做是一种工作。所以，咱来理解现代有一种叫做安息日电梯的设定，因为安息日中间袂当去试这按钮，所以坐电梯的时阵要安怎处理？就是因将电梯先设定好，每一站拢自动开关，所以每一站拢会停，每一站拢会自动开关，所以这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。这种规定对生活造成真侪的困难，请大家爱注意。安息日原本在上帝设立的目的是要让人得到安息，但是人却互伊变成做动荡。可见咱无去抓到安息日真实的意义，无去享受安息日真正的意涵。安息日不但无得到讨棒，反倒转变成做咱生命中间的动荡。另外，安息日其实原本就是为着人民来设立的，但是人因为律法条例的缘故，却互安息日变成做冷酷的。咱来知，原本的安息日设立是存在着上帝的人民。咱看圣经中间安尼讲，第7天是分别归我的安息日。这一天，无论是你的儿女、你的奴婢、你的精生，也是外族的人，拢袂当工作。咱来注意伫遮的奴婢、精生，因拢毋是自由的个体，是主人的财产。上帝怜悯咱工作过头辛劳，也体谅遮奴仆的需要，所以安息日，互遮的人会当得到休困，是存在着上帝的怜悯。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，一些人的宗教领袖，却将安息日变成做冷酷无情的条文。伫福音书的中间，咱就拄到耶稣安怎去面对安息日的律法的这款的情形，伊安怎去谴责当时阵的宗教领袖。伫马太福音书的12章中间，耶稣就面临一个安息日律法的问题。当时阵伫遐有一个人，伊手高打去，有人想要找耶稣毋对的所在，就来问讲：伫安息日医病，敢是违法的？那照法利赛人的看法，伫安息日是袂当治病，除非去拄到甲生命危机有关系的状况，那无治病就是违反了律法。这个人是手高打去，是袂马上造成死亡的病情。那照法利赛人的看法，是无需要伫安息日来医治伊。耶稣面对这款的问题，伊用反问的方式来回答因。伊问因讲：假使恁中间有一个人有一只羊仔，这只羊仔伫安息日落入坑内底，恁安怎做？当然，对这个问题来看，当时犹太人有两种无同款的意见。那较严格接受律法的，讲安尼袂使去救这只羊仔起来。但是大多数较宽松的立场的人，拢认为讲会使，安息日会当将这只羊仔来救起来。所以耶稣就利用安尼，对因讲，恁大多数的人拢会将羊仔救起来。人比羊仔是较贵重，所以伫安息日行好是律法所允准的。耶稣对这论点来切入。如果若安息日用阮去救一只羊仔，安尼对一个人行好，也毋是更加合法，因为人的价值是比任何动物更加贵重。所以耶稣讲，伫安息日行好是法律所允准的。耶稣用这款来推论，伫安息日做好的代志是会使。耶稣宣告讲，伊伫一个破病人，就是做一件好事，这并无违反安息日的律法，反倒当成全了上帝的旨意。因为上帝怜悯人，赢过所有仪式的律法主义。耶稣的意思是讲，咱所信仰、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。上帝的确仰望人，也会当用慈爱去回应上帝的疼。所以伊对因讲，圣经顶面讲，
我爱的是人主，毋是祭物。如果宗教信仰只是讲究典章律例，却无去看到人类的苦难，这款宗教信仰根本就是对人生命中间的一种藐视。人应该弃绝伊，毋是接受伊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明白死守安息日的律法，并不是上帝的心意。反倒当爱将安息日的精神实行出来。今仔日，咱虽然无伫安息日迄个日子来守安息日，但是安息日的精神，确实应该爱落实伫咱所敬拜上帝的主日中间。后礼拜，牧师会针对这个主题，更较深入甲大家分享。最后，咱来看安息日原本就是上帝的一种祝福。圣经中安尼讲。天地万物拢创造好，伫第7天，上帝因为伊完成了创造的工作，就休了工。伊祝福第7天，圣化迄一天做特别的日子，所以伊伫迄一天完成，因为伊伫迄一天完成创造，休工休困。上帝祝福迄一天，圣化迄一天做特别的日子，但是伫人的误解中间。发展真济，咱人袂当达成的律法条文。直到有真济人，伊感觉我无法度遵守律法，来感觉家己是受咒诅的。原本咧是上帝的美意是祝福的，但是却互人加做咒诅，这嘛毋是上帝的心意。感谢上帝，耶稣基督已经为着咱承担咒诅，借着安尼救赎咱脱离律法的咒诅。伫耶稣基督内底。咱会当得到上界大的安息。咱伫每一遍咧圣餐的过程中间，主耶稣基督，牧师拢会用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。伊讲：既若着无他当大，会当来我遮，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今仔信息中间对咱讲，人因为误解律法的意义，互偷棒变成做重担。互怜悯诚做冷酷的条文，互祝福诚做咒诅，这实在是失去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美意。咱今仔日应该爱更加明白安息日真正的意义，互咱会当伫主日有缘会当，互安息日真实的意义来表现出来，互咱伫每一个主日拢领受上帝的祝福、上帝的怜悯，甲互咱得到真正安息甲头棒。咱伫后礼拜会继续甲大家深入来分享，安怎伫主日内底得到真实的安息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透过你的话语，搁一遍领受祝福。主啊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阮将安息日的精神，会当伫主日甲你亲近的时阵落实，互阮会当伫安息日中间。搁一遍思考主你的救恩，去思考你创造的美好，以及搁一遍去思考阮甲你立约的证据。也恳求主你，互阮透过每一遍主你甲你亲近的时阵，会当得到真实的安息。恳求主你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